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欣赏要教我们的是亲子瑜伽。有看到我隔壁的小朋友吗？阿忠小朋友来当我们的示范小老师哦。阿南准备好了吗？大人、小人总同阿南同下做运动哦。运动之前，要来做一个暖身操。好，阿南来。臀两只腳大口來與肩同寬哦。好，來做一個起起，出大口來地上面，站在上面再跳起下來。好，起起，跳起。好，來做一個簡跳的老人拳呢。像我父輩嘅成人呢，可以多做下運動哦。啲小輩老人拳呢，來做一個擴胸伸展。好了，啲前面。好，慢慢的數。用的胸口一片，好來做一個擴胸，大口來，好，合胸來，打開，胸來，好，來做一個前面撲數，好，後背撲數，好，來前後撲數，開始試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的動作，深蹲，行的腳起跳，慢慢的鼓下去。好，來比賽哦，扛起來，可以的話再鼓下去，唔可以多也一般都好誒。成人的感覺厲害哦，可以鼓個下去。好，再看看先，大人感覺厲害還是成人的哦。好，下去，扛起來，3，慢慢的4，其實大腿外側、內側就會訓練到。可是有沒有開始酸了？6、7、8、9、10。還可以嗎？好，跟家來做弓箭深蹲，腳起跳來做腳，伸出去。好，弓箭步深蹲。好，再數過來。好，彎腳。3，加油哦。4，好，走，來下去。好，我記得咯，小朋友，大人我來檢查小朋友，要挺胸嘛，莫撲背，頭拿愛伸出來，綁出，肚子豎上來，好腳，好來，好，後背腳伸出，加油哦，溫柔嘛，會不會酸？來，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肌耐力好冇哦，好，來過來，好，彎片。慢慢的做，大人小人仲可以同下做，來增加人的親子的一個關係同感情咯。準備上誒，3、2、1，好，再來，我們來數。伸胸來，不是按個，差不多你的胸口前面都可以。好，抬腳，好，抬腳，
好，捅洞的树哦，好，来捅，好，弯片，按的树唔快变安尼哦，好，尽量控制在这个高度，好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警告小朋友，加油哦！来挑战抬腿跑步，来控制哦。好，跑步咯，吞喊，50下好吗？50下。好，开始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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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安排哟！小朋友能做到的吗？做到的哈，加油哦！哈，最美的动作，转一下。好，拿来轴撑地板，来转过去。来向小朋友示范。好，记得咯，平哦，唔可以安尼翘起来哦。好，从一侧线，好，来脚的开合，打开，开，合，好，开，合，开，合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小朋友做好，问妈咪啦，问太妮，问妈妈或者问爸爸，问阿公阿婆来挑战哦。好，我同我加油哦，哈！也动作较困难哦。好，开年这个来试下哦。好，开始。爸爸妈妈做到的吗？做到的哈，小朋友同我拍手一下。好，能更加放起来，来呼吸头多所教的哦，头多教的体力动作还蛮个还记得嘛？深蹲，好来呼吸体力深蹲，好开始来1。好来比赛哦，看慢人骨骼架下去哦，训练的大腿哦。好，更加来弯弓箭深蹲，来加弓箭步。好，在前面，你的手不用很摇滚。记得咯，后部的脚要伸出来哦。好，再来弯一个抬脚，好脚，不用很个树叶片哦。好，开始抬膝，
好，最美的动作，手撑地板数。好，来，用来听来哈，手肘撑地。啊，记得你背囊到脚一成一直线。好，师傅要夹上来。好，来做开合。来，开始了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来放起来，很棒。来做一个缓和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来，看内心来，抱膝盖，做一个缓和，尽量靠近你的肚子。好，慢慢的弯片。练一下平衡感。好，好，放下来。今日动作好不好吗？记得了吗？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能来了。